走啊，出門吧，帶我去吃頓漂亮飯。好喎，喂，有間鋪我成日食㗎，有啥吃的？梅菜蒸肉餅、辣椒羊肉、豉汁蒸排骨。這哪是漂亮飯啊？怎麼全是老野飯啊？咩係老野飯啊？就是你們老頭才會吃的，完全無法出邊的飯。廣東老野飯，黐線，老咩嘢啊？好好食㗎！哇，嗰度啲燒鵝、草菇炒牛肉，再加啲蒜蓉番薯葉，哇，好正啊！這真的老野到不能再老野了呀！或者換一間啦，食黃鱔飯啦，都好好食㗎。老野飯，再炒啲巴鴿，再嚟個白灼基圍蝦，好老野啊！或者直接整煲5支毛頭煲雞，暖粒粒正啊！老野中的老野啊！你成日食嗰啲咩漂亮飯，淨可以打卡出片，我呢啲先係又飽又好食啊！呢啲先係廣東嘅漂亮飯。那我問你，你說的那些餐廳都是怎麼樣的？冇裝修嘅街邊店啦，餐具呢都係不鏽鋼。然後你們可能會在店裡點什麼喝？天地乜號？又真係好老嘢喎！原來我已經到我中意食老嘢飯嘅年紀啦。